真正適合一家人長期居住嘅獨棟別墅，一直係兼顧咗方便、私密同埋有儀式感嘅。今日老鳳凰就帶你打卡一套雅居樂海柏灣畔醫護型嘅獨棟別墅。純地面2層半嘅建築，佔地330個平方，建面201個平方，做到咗5房5衛，全屋全新嘅裝修，一包就可以入住啦。客廳做到咗8米嘅連寬尺度開闊大氣，全日嘅自然採光非常之大氣。客廳原本呢度咧係一個結構性嘅立柱，咁業主裝修咧將佢包裹成咗呢一個藝術嘅圓柱，將呢個柱咧就變成咗呢間屋嘅設計特色。茶台生行響圓柱入邊，將匯合品茶嘅文化融入造型，化結構為亮點，成個空間相得益彰。開放式嘅廚房搭配咗我哋呢個大氣嘅島台，旁邊咧擺放咗一張8人嘅大型餐台，響呢度大家庭聚會咧綽綽有餘。隔籬就係我哋嘅長輩房同埋工位，老人起居唔使爬樓梯，工位乾濕得嚟，非常之方便。樓梯燈嚟嘅燈帶柔和光影，夜晚歸家嘅儀式感非常之好。樓上2、3樓足足有4個獨立嘅套房，全屋做到咗5房5衛，每一位家人都擁有自己獨立嘅私密空間，互不打擾，居住質感非常之強。獨門獨戶依家嘅庭院，而且呢個業主諗得非常之周到，你嘅愛車可以直接開入你嘅花園，呢度輕輕鬆鬆停低2部車，絕對冇問題啊！為合適嘅前後大花園已經做咗硬化、花圃造型，全部做好咗，睇起身咧更加大氣同埋乾淨整潔，但又唔影響到你休閒養花種草、庭院小追。呢套別墅產權清晰，冇任何嘅欠款，業主現時開價咧568個，誠意出售，還價就賣。如果近期你都對呢種別墅感興趣嘅，後台 at 我帶你實嚟睇樓。